这里面有诗、有歌、有动画、有搞笑、有政治批评、有革命，还有下一场超嗨的摇滚演唱会。他们想看到什么就看到什么。欢迎收看福起来咧，banana 看你强椒呐，又酱又好食。今本日大家看到个预告片，我们就看到黄连玉老师，我真的要叫老师了，他是我心中的偶像。一直听到 banana， 今天还带着 banana 来，我是东西南北香蕉人，这是什么剧嘞？这个剧里面有动画，又有音乐，又有时事，又有批判，又有改造。我实在太有兴趣了，而且这是第一次来宾来准备香蕉就是香蕉，顺便叫它客家话。所以来欢迎我们今天这部戏的导演洪导演。大家好，我是冯，我是洪。导演好，我这个香蕉先摆在这里哈，这个太有感觉了。我本来想要吃的啦，因为我觉得香蕉真的是台湾的香蕉最好吃了。我觉得就像这部戏一样，一定有很特别的东西。我先想一下这个，先请问一下导演好了。导演的这个剧团叫做黑眼睛跨剧团，对，你也是创办人嘛？对，我当然很好奇，剧团就剧团，为什么是跨剧团呢？因为我在创这个剧团的时候，我希望这个剧团它能够做不是传统戏剧的东西，它能够不断的跨越各种领域，包括思想上的领域，还有形式上的领域。就是打破大家一般既定的印象，对于剧场的印象。冒昧问一下，这个剧团有多长的时间的创办？我们从2008年创办，2009年是第一出戏，然后一直到现在，每年都会有2个到3个原创的制作。是，所以今年带来的就是我是东西南北香蕉人，来跟我念一次客语哦，我是东西南北香蕉人，我是东西南北香蕉人，你看香蕉。香蕉，对，导演是哪里人？我父亲是山东人，我妈妈是浙江人，我是台南人。太特别了。所以你会发现说，我当然也很好奇，就是说都不是客语的族群，是，但是你却有很热情做这部戏。先介绍一下这部戏好了，叫做我是东西南北香蕉人。好，这出戏其实呢，它有一个主角是，当然我们现实中的主角是黄连玉大哥，但是呢，在这戏里面的这个主要的人物，其实是一位100年前的诗人，叫做黄遵宪。黄遵宪，对，那黄遵宪大家可能没有那么熟悉，但是一般来讲，读中国近代文学的人对他就是不会跳过的。那他是100年前清代的一个其实他是一个外交家、外交官，他也是一个教育家，他也是一个革命家。他其实是在那个戊戌变法的时候，就是变法维新的时候呢，他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分子。事实上是因为他曾经出使过日本，然后他写了一部《日本国志》，就是讲日本怎么样明治维新，从挫败中间呢，就是长成一个新的国家，这个经验拿去鼓励光绪皇帝，然后光绪皇帝就一看的时候就决定中国也要这样做，所以他其实是一个首谋分子。我们就看一下这个，现在有剧照，对不对？这就是这出戏的一些很精彩的剧照哦。对，但是这出戏并不是要去做他的故事，而是呢，我们把他请到台湾来，就是我们做了一个穿越剧哦，这也是黑眼睛跨剧团的一个跨了，就是从过去跨到现在来，这个100年前，在中国面对一个腐败的政府，面对一个要改革的社会，他每天在想的事情，然后他遇到的困难，然后今天到了台湾，就他老是在想说，这个中国的人民有没有可能有一天得到幸福自由？但是当然啦，在今天的中国，你没有办法得到这些东西，所以他必须找到一个实践民主自由其实最成功的地方，好来印证他的梦想，没错，所以他就到了台湾，对，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穿越剧，这好有趣哦，真的非常有趣，而且我觉得最有趣的部分是你还融合了客家这个元素，对，因为他其实是一位客家人，我知道，跟大家解释一下，这个客家族群啊。
黄，姓黄的，是很多客家人，很多，包括我们的连玉大哥。哎，对，黄连玉大哥哦，而且其实他跟黄遵宪有血缘关系。哦，真的吗？对。据说黄遵宪是大概是第18代，18世是，然后呢，黄连玉是大概24世。哇，18，哎，有很大的一个距离。可是我好奇的导演，你怎么会跟黄连玉大哥的合作？你怎么会想到他呢？这个其实要感谢台北艺术节。那当初呢，艺术节的艺术总监耿一伟就邀请了黄连玉跟我们一起来谈，说有没有合作一个新的客家戏的可能。那因为我自己其实我不是客家人，但是我其实很喜欢客家文化的一些东西，包括我常听林声祥啊，听罗思荣啊，听新宝岛康乐队啊，是。所以有机会跟这么一个怪咖合作，我觉得是蛮应该说他非常的天马行空，他的想法。对，而且他的音乐你一听就是他有非常传统的客家元素，但是他也有非常强烈的，比如说蓝调啦，民谣风啦，就西方的民谣风啊的那些元素，所以他的音乐其实你又感觉到既古又新。是，对，所以很符合这出戏穿越古今的感觉。那我在跟连玉大哥在讨论的时候，我们就在讲说我们要做什么主题好呢？然后讲一讲，最后发现有一个交集，就是他的祖先，以及我自己在写诗嘛。那我其实本来就很喜欢的黄遵宪的诗，居然是同一个人。哦，这么巧，这个我觉得就是注定好了，要一起做这部戏。对，这个戏除了我跟他，大概没有人会想做，所以我们就必须。真的不要这样说，也许你做了以后，后面还有很多人想要跟着做。对啊，我们必须做第一个。那我倒很好奇啊，这个剧名为什么要叫我是东西南北香蕉人？因为呢，黄遵宪他在那个变法失败之后，他其实本来要被杀头的。对。但是因为日本首相跑去找慈禧太后说情。哦。好，所以他没有被杀头，但是被贬了，然后就回到家乡。然后他就写了很多的事，因为他发现说我没有办法在现实中改革社会的时候，我就回到我的笔下，用文学来寄托我的想法。哦。其实中国很多诗人就这样子嘛，陶渊明啊、苏东坡啊的都不得志嘛，或者写诗，所以就写诗。然后他就那时候他就写了一首诗，非常感人。他那个诗第一句就是我是东西南北人，平生自好风波名。好，我称自己是在风波中间游荡的一个人，平生自好风波名。是，100年过半周游四。我100年我已经过了一半，我已经50岁了。其实事实上他是51岁写这首诗然后我已经去过了4大洲，比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的见多识广。好，然后最后他说留得家园50春，我后半生这50年我要贡献给我的家园。哦，那我是东西南北人，这样是第一句嘛，一方面在讲说他这个漂泊无定的生涯，一方面其实它暗暗隐含了客家人的一个历史的宿命。那我觉得非常适合拿来当做一个戏的那个题目。可是光讲我是东西南北人，好像你就在讲黄遵宪，对，好像跟台湾没什么关联。但这出戏其实是借着黄遵宪要来讲台湾，所以我就决定把香蕉加进去，所以也加了一些时事喽。而且我觉得黄连玉大哥那张专辑得了金曲奖，就 Banana， 对，我觉得也非常的符合。我们也用了它里面的几首歌，包括 Banana， 包括西部。哇，那我也很好奇了，除了有真人的主角，听说戏里面还有就是透过这个操偶来对话，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？因为这既然是一个穿越剧嘛，就中间亦幻亦真。那我们当然讲到穿越剧，就会讲到一些电影像回到未来啦什么这种电影。那电影有非常多的特效可以使用，对。可是在剧场里我们没有这些特效，我们要去启发观众的想象力，我们要用各种不同层次的表演，去让观众看到真实的、虚幻的、过去的、现在的种种部分。那我觉得光用黄连玉大哥一个人呢，其实太辛苦他了。所以我们呢又塑造了一个偶，然后有一位演员来操偶。这个偶呢，就代表黄遵宪的本人真身，而让黄连玉大哥呢演他的一个精神灵魂。所以要唱歌的时候是这个精神灵魂出来唱歌，但是呢要对话的时候，或者要有一些激烈的行动的时候，其实是让这个偶来操作。可他们2个人其实几乎都同时在舞台上，是同步的，对，是同步的。所以观众在舞台上其实就有很多东西可以看。而且这样子，光你这样说，我就觉得有很多的想象空间呢。对，好，先来说一下这一次的这个台北艺术节，这出戏的演出时间是，是在9月
16、17、18是3天，在城市舞台是已经开始售票，对不对？对，已经开始售票。好的，请大家不要错过了。不过我也很好奇，这个既然是一个客家剧，我想客家的元素一定也占了很大部分。当然，因为你刚导演说不止黄连玉大哥，黄连玉大哥说客语就是很正常的。对，那其他演员呢，在你甄选演员，或者是说在演员这个语言的沟通上，有没有导演有没有碰到一些问题？其实我在跟那个连玉大哥，我们在讨论这出戏的时候呢，我们虽然定位是客家摇滚音乐剧哈，但是我们觉得说它最主要沟通语言其实还是一般的观众。那我们既要推广客家文化，又希望它能够更普及一点，所以基本上它用的语言还是国语。是，但是呢，所有的演唱实际上都是客语。其实不只是客语啦，我们其实在这个演唱里面，我们有用英语、有用法语、有用日语，还有台语，当然还有国语，那就是6种语言了。所以它是一种6种语言混合的一出戏。是，对。所以这个台北艺术节变成要很国际化了，所以请你带着你国外的朋友一起来欣赏这个戏，对不对？对。还有一个很特别，我看这个也是我们的周边商品之一喽，因为上面有我是东西南北香蕉人的。对，而且那是一个贴纸，其实是一个。可以把撕下来贴在譬如说贴在你的行李箱，贴在你的衣服，贴在你的书包上面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所以这次这个具体的意象，而且画的也是一个很有名的老师嘛。对，他是人在高雄的一位艺术家，叫做洪天贤，他的艺名叫 Croter。是。那我其实之前就是看他帮一个纪录片做的一些动画，我觉得非常精彩，所以特地邀他来合作。那整出戏呢，在进行当中呢，经常就会用动画来配合音乐，是然后让这个舞台可以更为丰富。所以这一次呢，我们就是去看戏的才能得到这个限量的商品咯。没错。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，你要出按好看的戏啊，当欢喜当到唔系客家族群的人来支持客家的音乐也好，文化也好，真正当神梦你也导演一天不管是不是客家人都一定要好好的支持，好吗？我是东西南北香蕉。今天呢，不只是导演来，导演带了这么多好，我们只有准备香蕉啊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有演员来到现场，对不对？对，有2位演员。好，再次谢谢导演。待会我们回来呢，等一下演员就来好好跟我们聊聊，再聊聊这出戏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谢谢导演，待会回来哦。哈，非常受看欢喜来，今晡啊，加导演，你疯导演呢，拢安尼共同都列出戏，在台北艺术节东西南北共走演这出戏里面很精彩的部分咯，你心里有一些概念了。现在在我身边的呢，也是主角之一哦，但是呢，他现在我不太会用，所以我还是欢迎真正的戏的演员好了。我们来欢迎这位美女佩珍。大家好，我是披珍懂腔哦。另外一位小鲜肉帅哥，也是真正的这个超偶的主人，我们欢迎浩中。大家好，我是浩中。浩中，这个你的宝宝还是还给你好吧？好，这是这样，嘿，好，这样更快。好。欢迎2位啊来到现场啊！这个刚才呢，我们看到就是这出戏里面的超偶，当然大家看到的是他就是练习用的，对不对？先请浩中介绍一下这位主角好不好？好，手上的这位，他是我们的这次戏里面的主角，叫黄真宪，是对。但是我本人就是给他取的名字叫宝宝，对啊。是，然后你现在这个，所以你在剧里面你就会跟着他是一体的。
对，然后是你自己的声音，是我自己的声音。那你要不要来请这个黄真宪老师跟大家问好一下？他可能就会，这里比较高哈，没关系，他就，嗨，大家好啊，我是爱黑王振宪。王振宪。好，黄真宪老师，哎呦，好啦，因为现在看到的还没有完成的部分是超偶的部分哦。对，好，我们先各自介绍一下。刚刚已经知道这个浩中就是这一次就是最主要黄真宪的这个角色嘛，然后你负责超偶，对不对？那佩珍呢？你在戏里面的角色？我这次在戏里面担任的角色是女记者跟女学生。因为这出戏一刚开始的故事是设定在客家文化馆的开幕式，所以会有一个女记者出现在那个场合做一个采访，然后同时间就是编剧设定的议题是那个客家馆的。开幕是有一些争议的，所以就是现场也有一些社运的人士，然后这个女学生就是那个社运的分子之一。这就是刚才导演讲这部戏很特别的，就是它其实反映的是我们台湾现实的一些状况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倒很好奇，一开始的时候导演怎么找到你们两位的？来，佩珍先说。我之前就有跟老师合作过，就是在。女武生这出戏，然后我自己也是老师的学生哦。对，那两位的关系是？她是我的学姐。你刚好顿了大概0.2秒。她是我学姐，她是我学姐。所以两位是什么学校呢？我们是北医大，然后戏剧系的。所以你们在学校就很熟吗？我们在学校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认识，然后我大2，他大3的时候，我们有一起在外面有演出。台北艺穗节，我们之前有合作过一次，这样。所以这个就是合作的时候会很熟，但是不合作的时候就是点头之交，就很多人都这样子，不用那么低调。那浩中，那相对的浩中也是我们洪宏导演的学生喽。是，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你们也没有特别的甄选，所以老师觉得你们俩很适合这个角色。还是可能是吧，可能是吧，或者是觉得可能跟我们相处起来会蛮愉快的。所以我倒很好奇哦，就是说，佩珍在戏里面你们2个人的互动，就是你跟这个黄老师，在角色上面。其实我主要会发生有戏的对象，其实都是跟黄遵宪。哦，对，然后如果说要让我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部分，我会分享的是，就是刚开始我都会习惯看那个浩中的脸，因为他的表情或他的声音、他的状态就是很鲜明这样，所以我一刚开始就是在排练的过程当中，我都还不习惯看宝宝，看宝宝。对，那个浩中呢？你一开始也会有这个问题吗？就是忍不住就要看学姐，还是说你自己这就是化身为这个黄老师？因为就是这个超偶是我这一次算是比较特别去学的，所以在很多的动作上面我都要去很注意它的一些细节。那你觉得我真的没有时间去顾及。那你在操这个偶的时候，你觉得最难的部分是什么？你可以示范一下吗？我觉得最难的部分是眼神的部分，因为它其实是它其实不是一个会动的东西，对，完全要靠你，对，所以完全是要靠这个角度这样子，然后好像我在看你，或是没有在看你这样子去做一些在舞台上面的一些符号、一些表演这样子。我知道了，我懂了。来这个节目一定要考试一下。刚刚导演一直说你们2个很棒，来对一下戏，来一小段就好。要掌声是不是？要掌声拍手，快点！来对一下戏，对一下，可以一小段就好了。我想一下。好。那我们可以对那个女学生那边吗？互相出难题了，来。让我想一下。好，对，因为这个台词哦，没有简单就好，其实简单就好。洪老师写的很多。来，好了。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啊，李安康来为大家谋福利啊，在这个戏里面让大家先看一下他们对的精彩的片段，好不好？好。要 action 吗？应该是不用。好，你是黄连玉吗？你们表演完了吗？表演啊，
还没有。对不起，我好像不应该在这里认人。但是我超喜欢听你的歌的，你的那首 banana Jose 跟做 banana， 我觉得超有味道的。你也是来这里参加活动的学生是不是啊？我是来参加抗议的啊。哦，抗议呀。这里是要抗议什么呢？你不知道吗？就是去年那个大地震啊，去年那个大地震把客家文化馆震垮的事情啊。这么严重啊！哎呀，就是去年那个大地震把原本的客家馆震垮，结果市府找了一个古迹要重盖一个，结果古迹这样只留下一个门面，后面盖那么高的大楼，我们当然要抗议啊！很多民众都支持我们呢。原来是这个守旧跟革新啊，这个我要好好的想一想。谢谢，太厉害了！我现在懂了导演刚刚跟我说的，就是这出戏让我们观众会有很多想象的空间呢。而且我发现浩中你现在还蛮驾轻就熟，他没有在看你了。他就其实他都没有看我了，都是我会一直想要看他。不过我也很好奇，就是说，因为洪老师他也是一个诗人，你们对于这个黄遵宪先生的研究上面，在这出戏里面有没有更多？我的部分其实我没有做太多的研究，就是很基本的上 Google， 然后看维基，然后看大家对他写的文章。是，那浩中呢？因为你必须要本身是对，然后因为他本身又是一位真实的一个历史人物，对，所以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去演一个真实的一个历史人物。然后当然在演出在排戏之前，我们都会去做一些角色上面的功课，然后就会帮黄遵宪大概整理了一些大事年表，就对他有一些基本了解这样子。所以你现在等于是黄遵宪先生上身的状态？现在没有，还没有。而且学姐刚刚有跟我讲，她说，其实你本来只有8句台词，但是后来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阴错阳差之下就800句台词。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体验。是啊，对自己也是个很棒的挑战。是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看一下，等下转来，还没内容啥，对这个戏有冇个一天的介绍问题嘅？我们待会回来。爱的东西南北人，平生之后风波鸣。百年过半做游戏，留得家园50寸。留得家园50哪里村哪的哟。非常真的欢喜来，今日来欢喜来2位当强的演员，所以列出戏来是东西南北广州人，2位很棒的演员，我们欢迎佩珍。大家好，我是披珍。还有一位哦，看他有没有忘记哦，浩中。大家好，我是浩中。哦，太厉害了！刚才我们看到那个阿玉老师哦，就是这出戏，刚才在上个阶段导演念的那个诗哦，他唱的也是客家的这个山歌。哇，倒很想问2位，因为2位都不是客家人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对你们来说，接触这样的戏剧，你们有深入了解客家之后，对你们来说，客家文化给你们的感觉是什么？浩中先来说。就是在演这出戏之前，我真的是完全听不懂客家话。然后当我知道那时候洪老师只跟我讲说，有一出。我要做一出音乐剧，是，那你要不要来参与一下？然后我想说，音乐剧听起来蛮有意思，然后就参加，就没想到是客家音乐剧这样子。然后其实真的是很难呢，像我有一句话，我到现在可能都不一定讲得好，就是我要说，
就是在戏里面黄遵宪就要说好，那条香蕉好。这是导演刚刚叫我考你们的，来讲一次。好，那条香蕉好。正常应该是，国语应该怎么说？好，那条香蕉好。好，这条香蕉好。是 gay 哦 ，gay 条香蕉好。香蕉就是香蕉，香蕉对。客语最棒的就是，因为它有很多可能在我们华语里面不会发到的字，譬如说入声字，譬如说有一些拗音什么的，所以我觉得它也就是美在这里。来，学姐你也来一次吧。好，这条香蕉好。对不起。预备 ，action。好，那这条香蕉好，很棒啊！讲得很好，真的很好。那你要不要换一下角色？跟我讲回来，就是说，在客家，我要问一下学姐了。那客家文化对你来说呢，在这一次演这出戏中，我想要先说，就在这次演这出戏之前，我也一样有拍过，就是客台的一个小电影6堆系列的，然后那一次就是有去学过。蛮扎实的，比这次还扎实的，就是有学过客语。可是那一次就觉得客语的发音就非常的微妙，因为它可能一个字就有好鼻腔共鸣或者是喉音共鸣。对。所以，可是那时候我觉得客语它每一个字都会有自己的音律，就其实跟台语有一些相似，有一些是相似的。对。然后就觉得它其实听起来就会有自己的旋律，或者像一首歌。然后，来到了就是我是东西南北香蕉人这出戏，然后因为这出戏的客语大部分都出现在音乐里面，是，我会觉得我不知道就是这是客语本身的质地，或者是连玉大哥就是的编曲的丰富性，就是达到了这样的效果。我会觉得哇，就是原来客语也有这么多的可能，关于音乐性的表现。对，而且就是又融入了这一次戏剧里面，会让这个戏的想象空间也好，或是画面也好，或者是听觉上面也好，我觉得是很不同的冲击。也许对你们学戏剧来说，我觉得那我倒很好奇的，就是跟阿玉老师的合作怎么样？来，学姐先说。就是你应该是第一次吧？对，是第一次。他是一个很天马行空的人。其实就是私底下跟他相处，会觉得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，然后就是本身非常的酷。可是就是听他的音乐才发现，就是哇，他好有创造力，跟好有创意，而且很有生命力。对，很敢玩，就是就非常的欣赏这样。那浩中呢？你要更直接了，因为阿玉老师可能出来的时候唱的部分，他其实也是代表黄老师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3个人是融为一体。那你在跟阿玉老师合作的时候，你的感觉是什么？在跟阿玉老师合作的时候，就是玉哥一开始的时候就让我觉得一样凶凶酷酷的这样子，对，有点难接近。对，然后我也是借由他的音乐，然后就觉得他这个人。他的音乐传达出来的东西是很直接，是很自然，然后很热情的东西。然后有时候像他的《Banana》，这首歌他在形容就是他以前小的时候，然后跟他爸妈一起去海边，然后就有一种很直接的一种童真在里面。没错。然后私底下跟他相处的时候，比如说有个动作，我们是要一起出场的时候，这样子，他就会跟我们讲说，他就会说。浩中还说我们这边我跟这个偶这样背靠背这样子帅气的出来，可是我当时真的完全想不到他会讲，我想不到玉哥他的长那个样，然后直接讲出这个话，我当场在排场笑在，对我想说太反差太大，他说还是你就脚这样子搭在我这个背上，然后我们这样出来这样子打这个烟机这样子，然后我说，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在这出戏里面可能大家很想要看到的火花之一呀，对不对？那因为大家可能会应该说会颠覆大家很多的想象，对不对？好，二话不说，赶快跟大家讲一下这一次演出的时间，在台北城市舞台，对不对？对，来，什么时间？
16、17、18。16、17、18 3天，现在已经开始在热烈的售票当中了哈。我再一次提醒各位乡亲朋友啊，结交来看这部戏啊，按难得的哈。那最后，我希望你们2位这么棒的演员，用一句话来推荐，应该说叫大家来看这部戏的原因，好不好？来，学姐先。我觉得我是东西南北香蕉人，有很丰富的音乐，然后有很逗趣的表演，然后欢迎大家来进剧场来做肚皮运动。哇，就是你会觉得很开心、很开怀的大笑。对，那我们就浩中这个要跟偶一样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觉得呢，你可能看过音乐剧，但是你一定没有看过客家摇滚音乐剧。那你还不来看我们东西南北香蕉人吗？而且还有黄连玉大哥亲自演唱给你听，所以我觉得非常值得。好了，那今天导演也不在哦，刚刚先离开了哦，他可能很忙。说一说跟导演合作的感觉，好不好？来，浩中先说，这一次我觉得导演他是一个，他在排练场当中比较不会干涉太多你的表演，然后他也是很让演员自由的去发挥。然后他给的一些意见，都会顺着你的表演去给，让你的表演更好，或是更出来，而且更适合你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是跟红红老师工作起来很愉快的地方。那学姐呢？我直接叫学姐，好意思啊。我自己觉得红老师是我非常想成为的一个人，是因为就是他很热情，而且他就是又很浪漫，然后他就是50几岁了，还保有对很多事情的好奇心跟那个赤子之心。然后我觉得他在排练场的时候，我觉得这次排练过程其实都非常愉快。也许是因为就是这本来就是一出喜剧，但是我相信导演的个人特质创造出来的氛围也有很直接的影响。对，好喽，那就是大家赶快去抢票，好不好？给他去抢票哈！爱黑东西南北共争赢，再次谢谢2位很棒的演员，我们期待你的演出喽。好，莫这块好好的运动一下，我们也运动一下我们的肚皮，不要走开，待会见。